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疫情指挥中心成立7194天，5月初1要正式来解散。下晡的2点是来召开到最后一场的疫情记者会。指挥中心今仔日上新的公布，顶礼拜新冠疫情确诊的中重症，平均一天是增加99例，13个人死亡。台湾嘛第一届来验出到2例新变种病毒大角青这种的本土个案，2例拢有慢性病，但是拢唔是重症的病例。针对着指挥中心就要收大加入历史咯，指挥官王必成讲，这3年外来真辛苦，责任嘛真重。但是下当这个指挥中心下当伫个百年大业替民众来服务，嘛感觉真公平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